新闻一开始，走私粉的风暴继续咧炭烧。公安局的执勤人员利用总统出访的期间，走私免税粉9800条。台北地检署甲小豪示威官吴宗宪、张姓家等10个采购人员、甲货车的司机、甲押车的人，拢调来问笔录。大部分的人拢讲，安尼做已经真侪年了，而且是学长传学弟。吴宗宪阁来供出假买买粉的50个人的名单，大部分拢是公安局家己人，另外阁有贵妇团甲警界的高层。但是因为实际购买人也未完全到案，都惊会互相来串口径，所以吴宗宪甲张姓家已经互裁定收押禁见。公安局小豪示威官吴宗宪、张姓家被收押禁见。吴宗宪为了证明家己无甲私晓交件，提供团购50人名单，大部分是公安局家己的人，敢若嘛有警界高层，也有贵妇团。张姓家甲吴宗宪是学长学弟，负责行政参谋，嘛是团购免税粉前后任的管理人。学长交好学弟，团购登记后，才向华航落订单。其他被约谈的公安局人员讲，陪同总统出访回台湾任务就算结束。载粉的货车本来路线是直接驶回总统府的官舍，也就是讲，这9800条的私粉若无被冻落来，会升入去总统府的官舍。再搁由公安局人员写回了后，依照团购的清单一批一批交货。吴宗宪甲张姓家的口径拢讲，干那负责买尔，口座会使提供比对金流。名单内面敢有搁较高层的总统府人员、警界大官甲贵妇团，外界拢真好奇。